生的，以后水天路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无啥无事，该土地呀，无啥无事。该土地，无啥无事，给土地哟。树风油条，比汤油，水天有山。你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也本人阎王的，总得唔讲。走！哎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！你们不能这样子！人家部的就迄朵样，你有该真好呢。请你原谅。走。哎呀，平安就好。我们大伙还以为你回不来了呢。谢谢。连平，署长，那你的事儿呢，我听说了。不过这上头呢，还算是挺宽大的。除了奸徒、共党，以及那些个图谋不轨的家伙严惩，其余的一律从宽免究。谢谢署长。不过我提醒你，给我安分点儿，知道吗？知道。那这个月的请货单还没送上来批呢。是，我马上去清点。岛上嘅雪薄黑嘞，军方查出来，中线上嘅两个妹就伫日本，你对佢哋发出通缉，我哋总算冇事嘞。不过我哋大家嘅心就冇平静。先生，代志拢过去啊，志恒伊嘛平安无事啊。
必得爱放下，安心啊做伊去。先生，是的，我无能救你，但是我对我家己。 是的，先生，求你原谅我，求你原谅我。通乱结束了，花莲的气氛还是当紧张。一个时节，岛上的身体渐来渐差，山茶又传来阿婆过身的消息。卡将伫山茶转来过后，身体咪变得较为紧张不安。 冇得看，岛上忙转，你去路看看呐。夜两时，我骨烧要毕业了。先生讲，全班有40人的长途，做得考花莲初中，我是其中一项。冇得考。老师讲，会当替俺补功课，你敢要留落来？我爱等去蒙岛上呢。你无爱留落来，那呢，我嘛无爱留啊。 遐个题目我会晓，我家己读就好啊。你最近敢无啥精神呢？敢有？我是惊我袂用阁继续读初中啦。你袂用读初中？袂吧？毋是啦，我袂问岛上甲卡奖，害我惊一个。 老师讲考到初中无去考，真可惜呢。我知影。大家，干，我请你食鸡仔冰。囚犯张阿猛脱逃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？下午是谁值的班呢？ 下午是我值班没错，但我因公外出，就委请李安平代班。李安平，你说，所长，我确实被田信委托，不过当时我正处理第2单位囚犯互控侵犯的事情，所以就委请临时议员王怀军代理。王怀军，是。我来还没几天呢。 还不清楚状况，哪能知道放风时犯人会躲在草堆里头？那你还不赶快去把犯人给我抓回来！是。李安平，你明明知道不能够这个样子，把他给我铐起来，等候处置。所长，这不是我的过失哎。所长，犯人要是抓不回来，你倒大霉喽！ 卡讲，岛上根本伊用暗暗嘛，那免唔对。
有老爹无？来啊！嘿，你好。你是康叔叔？嘿，是。你上爱我来甲你讲者，派出所的犯人逃走去啊！伊今仔日下暗无倒转来，啊，就安尼。我先来走。多谢啊。没。长东，犯人有没有？犯人抓回来了啊！真的？不过你先别高兴太早。这一次所长好像真的动怒了。因为毛。你做到吗？有事情吗？我是这样，有事情。去连平，来了。所长，东西收一收。所长，你的意思是？你犯了重大错误，即日解职。所长，这不是我的错，是那个临时议员。临时议员听命于督导。那就不要选临时议员啊！不能承担责任就容易出错啊！你还给我抗辩呐！我们也要抗辩。所长，这事关我的名誉。我在看守所服务10多年，从来没有犯错，从来没有渎职，怎么可以因为一件不是我负责的逃狱案就把我解职？凭什么？你还狡辩呢你啊！这解职令我已经送出去了，再怎么样也追不回来。进去，东西收拾收拾，离开。唔用嘅，佢啲門口做乜嘅？阿飛，來，小飛，聲音。是嘴里，因為夫姐你呢放飯佢唔起捱。後來，
伊总唔做事真选硬来谈，就因为伊的所做的亲戚。好嘞，我讲法的好，好不？我还这概念，阮叫做学做的朴素，哪会值得？我真心不甘愿。好嘞，我讲法的好无？我真心不甘愿。我讲法的。阿平！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有安那无？先生，有要紧无？血部有杂音，你吐足侪血呢？看起来应该是气血攻心。我等者开药仔互伊，假使若无较好，带去大病院检查，做电工。好。我想我去深西庄。歹势，我对不起。朦胧的，我妈的事情比你身体还要紧。还讲若去做生，我都靠做弟弟补卡小公务啊。唔做的，我都快毕业了，我本业都做错啊。阿平，人家哈连生发就有问题耶。我会起这做啊！冷静点喂。人唔讲，人唔讲，吐书嘛，迄时节做做得痛。无听错呀哈，你看人身体安尼，我真要去洗澡啊！就算没办法做事，我怎么这么气甜哦？我讲的呀。我的靠！家家去报名。我去好教了。小妹，阿哥，来一下，伢子哦，一个菜园啊。家迄
迄来亲阿哥的啦。阿哥啊，上摆吼，拜托黄兴文的事情，唔知。黄兴文条路啊？哦。那有问过的啦，各个单位哦，也还无欠人啊。哦。连所长那个哦，就问同事来个哦减去的啦。安尼哦。恋爱吼，就会提早退休哦。乜嘅啊？啊，连唔。哦，对啦，这个时间哦，要读汉书，功夫了后让谁好做咩？不过啊，我哋科中嫌爱着啊，会讲流利的北京话。哎，我按落的呢，波摸佛讲会出哦，就当腔的啦，讲拍的，叫阿平教育，记得哦，就会插一角给你落来。真紧哦，真紧无想到，亚个政府哦，比日本人还较放啦。道上无条路，又不平的，遇到神法，卡匠起来一块铁，去甲种菜。我都靠，你有冇去读书啊？我毕业了啊。你毕业典礼，为啥唔记得咧？唔怕啦。卡车无简单，将水到一块铁，做个种菜，然后卡一片树。靠条，你咧？刚讲你，我嘛靠条啊，害我替你烦恼。靠条啊，你敢无欢喜？欢喜啊！行。卡匠，唔出血咧，痛痛吼。做个你，无什么角度。唔去了啦，我来做。冇得靠。今晡日系咪放榜？有考到冇？考到诶。真紧碰考到诶。咩事注册？还有1张脸。好的。还有1张脸，加上我，考到啊！真嘅，我考真嘅考到，真嘅考到，很好呢。最近好无？哦，好啊。还买菜哦？问你好。啊对，我听阮头家身体无好。买菜哦。有啦，谢谢啦。嘿，啊，我无闲，我连刚刚讲嘿。好，连刚刚讲。欧桑，买菜啦。看一下。安怎真？
安尼哦，算你5块就好，好干嘿。好，多谢，多谢。豆嫂，唔好去哪？都上去请条路啊！豆嫂，你还蛮好蛮全的，唔好想条路的事情啦。戆嘛，讲岛上酒的好的，总要去啊。也家女方哦，要交笔件花在身上，听说动手，岛上去请，听说有人抢，吼，唔是笑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阿姐，岛上有较好无？岛上骗到按洋葱，唔用做得飞机出去，还讲有嘛个事情，那你不急。无穿制服，学校规定注册时阵爱穿制服呢。通知单馆顶有写，你敢有看到？有去过，是安怎？我无用去注册啊。为什么？敢是恁爸母歹互你注册？毋是啦，是我家己放弃的啦。阮兜干那我一个囡仔，阮岛上阁破病，我哪有心情阁去读书啦？咱讲好要做伙读初中呢。是嘞啦。听讲即摆会当办保留，无你先办，等恁岛上较好一点嘛，你才转来读，好无？好啦，你先去注册啦，我去好好等你哦。我都可能用赚了。
今晡日，迄嘛个日呢？沈浪医生，沈浪医生，佢免摩托车做啥个日呢？嘿？很重要个日呢，又要按糊涂啊！佮我讲，你莫老人拿钱啊！无本钱钱，叫因为煮茶。反正伊无钱本伊煮茶，唔对么？我喺讲几多摆唔当通会说啊！无钱，我做到你老朋友家，咁么，我要做你义人亲阿哥家啊！你家就唔是办了，嘿，因为唔免食1、2摆天，但好起煮来食诶，学费、书费、牙医药费，按太条的钱，会用会办啊！啊，做唔对，做嘛个压下头，万一两点头做唔对，因为他说中了点啦。这种语言会看得到的，司机根本无法度去讨的，你小心来好吗？读书这么有前途，你也无本事读，不好一生人呢，搁个严重的好无？我看见嘅，我哋会摆同我么？无看到我做三做四，赚的钱就系唔拿用咩？咁讲啊，我做到2、3年，做翻下来。你看看你的么？会跳没？会真是跳没？你么？
1956年，我15岁，我被的世界变了，我的世界没变了。王大哥，我们付唔出嚟哦。啊。莫大哥，等一下，来，你出来。我好声音哦。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动作快，那边这时节木瓜海嘅国防梯，东东啲嘅普鲁整梯，抢东东嘅鼓面，我就去老年开杀嘅，虽然较辛苦，不过工钱较多。快点，快点！看完以后帮我看一下，这个好图是这样写啊。夹色啊，夹色，夹菜。要不你没有空，是乱。就算挨仗死过，都上色了。你懂地态，唔识。好啦，你身体哦，张时又不是啦。那谁报啥啦？后面应该有恼火啦。没事报哎。没事，我来。
哎呦，痛死了！来，去，还好吧？弄太多了，这样行了。小女孩子，你逞强干什么？谢谢阿兰姐。好。那，行不行？谢谢啊，小心点。摩托卡水暖好诶，好洗身诶。老三拖下來，冇愛啦，拖下來。有冇用誒？佢講拖下來。好啦，叫睡。
阿平，是帮忙。阿平，唔记得几万年咯，去粮食去日本做小年糕的庭院。谢好你，干巴的哦。生意太哦，无像细时阵哦，乜个事情都老爷会讲。其有乜个事情无老人讲？根本夜，我看到一只西拉的送去准。薛佩莹，亏你还是个律师，你怎么会介入别人的家庭啊？